哇，辛苦了。 谢谢他们特别亲自的出席，来谢谢所有有爱心的东森家族的朋友，他们要用美妙的歌声送给大家。即将登场的就是千辛万苦来到台北的孩子们，加油！是啊。
我们小朋友拍拍手。哇，真的非常非常的有风格的一个表演也让我们觉得特别温暖。现在我们还在持续的卖这个红梨的红梨茶跟咖啡930的套装来帮助孩子们。那刚刚我看台下很多的哥哥姐姐都看得非常的投入，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台北，我们如果就这样让他们回去，好像有点可惜哈。总裁，我们可不可以再花一点时间？他们还有在准备一首，我们再听一首好不好？那可以吗？可以吗？哦。他们来的很辛苦，早上几点上车？你看他，那你说，你又看他，那你说？6点呢？哦，6点我才刚睡而已。那我们来安口，让小朋友开心一下，好吧？假装看演唱会，来，预备起，安口，安口，安口。好，小朋友，我们再来一首好不好？再次欢迎优秀的雾台国小的小朋友，谢谢，加油！Uta uta uta la sia
再次谢谢。谢谢各位小朋友，辛苦了。你们是卢凯族对不对？啊，你也是卢凯族吗？哦，你感觉长得不像，你好像五谷的隔壁来凑组的这样，好，非常的优秀。这些小朋友呢表现杰出，再次的代表所有屏东雾台的孩子们，谢谢所有东森的伙伴。那今天的校长也亲自出席，要把一个感谢状来送给我们东森的总经理，来请上台。同时我们也邀请校长一起上台。在我们今天东森全球轻连锁事业的开幕大会，最有爱的就是这一段，也感受到我们企业的对社会的关怀。好，我们现在请校长代表所有的小朋友致赠一个感谢状，而同时我们先把支票也给校长。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支票上面是日币，这个是我们之前所有的伙伴去日本旅游的时候身上剩下的零钱也全部捐出来。那我们的红梨最后卖多少，现在还不知道嘛，所以我们先捐这一笔日币给雾台的校长，谢谢，辛苦了。好，那当然接下来就是由我们校长也致赠感谢状，非常别致的带着原住民风味的感谢状，谢谢，谢谢总经理。好，接下来呢，小朋友呢还要送上代表他们原住民风味的花环给总裁还有总经理，我们请总裁一起上台来好吗？谢谢。有2位雾台国小的代表送上雾台风味的头环给总裁还有总经理。好，首先我们谢谢总裁叔叔王丽玲叔叔。好，接下来我们谢谢总经理彭总，谢谢。好，我们大家一起拍一个照片，好不好？小朋友到前面来，不然会挡住。来，你们可以到3位叔叔的前面哦。让我们一起在翻转世界的同时，也能够照顾到需要帮助的朋友。东森帮你圆梦，东森也带着你一起帮助其他人圆梦。谢谢小朋友，谢谢总裁，谢谢总经理，请回座休息。谢谢，谢谢。哎呦，好感动哦！所以大家赶快要到我们的购物台，或者是我们东森购物的 APP 来用930块支持红梨咖啡、红梨茶的套装组合。好，校长请留步，我们要请校长代表所有的小朋友呢来致上一段谢词。请校长，我们欢迎来自屏东雾台的杨瑞麟校长。王总裁、彭总经理，以及今天所有与会的所有的嘉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好，我是雾台国小，杨瑞麟杨校长。雾台大家知道有多远吗？距离这里大概6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早上6点左右就出发，从屏东到这里。雾台是卢凯族的学校，卢凯族其实分布的不是很多哈，人数没有很多，它是属于比较内敛、比较含蓄、比较害羞的族群。那么今天我们高年级的学生因为去参加屏东县的族语比赛，知道今天都是中年级的为主的比赛哈，他们第一次这么大的场面比赛，所以他们有一点害羞，所以需要你们给他们更多的支持跟鼓励，谢谢。雾台也有人称呼它是云的故乡，也有人称呼它是云豹的故乡。那么雾台国小是屏东县的最高学府。它距离海拔大概1000公尺左右。那么，有人问我，教育是什么？我认为，教育是带给孩子们无限想象的空间。我认为，教育是带领着孩子们去完成各项不可能的任务。我们是山上很深山里面的一个小学。很迷你的小学，今天对我们的孩子来讲，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希望我们台湾，我们国家的希望是在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的教育，那么教育需要更多人的支持与关怀。我仅代表雾台国小感谢我们东森集团以及我们东森全球新连锁。有人说，企业除了赚钱之外，应该还要有一些社会责任。我在东森集团看到了，我在东森全球新连锁事业看到了，很感谢你们。尤其是东森全球新连锁，它其实是一个刚开始迈开第一步，它就已经愿意为我们雾台国小来做搭桥的动作，来让我们的孩子能够有机会可以拓展他的视野。其实我今天把孩子们带到新北来，带到这里来，也是希望他们能够看看外面的世界，外面的天空。他们的未来希望能够立足台湾，甚至还可以放眼全世界。有你们的支持，我相信我们的教育会更有希望。我希望我们雾台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茁壮，能够比所有的各个国小的孩子们能够更幸福哈，因为他们有你们。谢谢，谢谢校长，谢谢杨校长，辛苦了。哇，这个校长真的不简单，他们还要再坐6个小时的车回屏东哈。总裁，你有私人飞机吗？该买一台了，可以咻就把他们送回去。好，再次的感受到许多的爱心跟感动。我们的销售现在是一路长虹，在座的贵宾赶快呼朋引伴，场外的朋友赶快请他们一起来支持。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很重要的颁聘仪式。在过去的半年的期间，虽然今天是正式的开幕启动大会，但已经有许多的加盟店主呢，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先知灼见，第一时间就加入我们，并且取得良好的成绩。就在这个舞台上，我们要加冕他们。首先要颁聘的是最高阶级的钻石级的加盟店主，分别是黄敬之、黄俊宇、